启陛下，今有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，孙悟空便怎么样？他大闹东海，强取定海神针，祈求陛下发批征剿。妖后如此张狂，速派兵将前去将他。臣李长庚有本启奏，来，臣启陛下，那妖后乃300年前天产时候，他有天地御化之力，降龙伏虎之能，若派天兵擒拿，只怕徒劳无方，不如用牢笼之计，将他宣上天来，授他一个小小的官职，这也显示陛下宽宏大量之怀，普救众生之德呀！但不知受他何职？御马监去过正堂司事，就封他为弼马温，与陛下养马。臣启陛下，像那小小妖后，岂能与我等同列仙班？还望陛下三思。臣启陛下，妖后野心暗开，天公不可收留。臣启陛下，那妖后既然搅闹东海，少不得扰乱天庭，天公不可收留，不可收留。众位新君，那妖后粗得人生，不知世故，只要联手机密，施以怀柔。他纵然信言，得天公之教化，自然循规蹈矩，不受天耳，谅他也不敢撒言。好，依卿所奏，宣誓后，花果山前永吉谋。
赴四海，共守下。共守下。神针化作金箍棒，得金盔接拿甲。天大有啊！国家大王去至东海劫取兵刃，那龙王掩耳正无私，说的不错。我那也讲，闹得大王兴起，闹翻龙宫啊！大王，我不将他们将闹龙宫的事儿学上一学，你看如何？好，你们快的学来，快的学来呀！
也神气堂皇。且把来意到我气象啊，大王！大王，尔等休得莽撞。我奉玉帝之旨，什么？请你同上天堂。请我做甚？大王为民正四方，我等就养就养。分明是一派胡言，哪有真诚心肠？见有玉贴在身旁，玉帝十分盼望。休得装模作样，有话将在当场。天公果然惹恼我，儿孙好可以防。他问天公吉祥，原来是个好耍的儿郎。啊，大王，我先老朽不说谎，与你实时急呀。好，你且将来。大王听了。一公公琉璃造就，一点点博玉妆成。啊，大王，大王，奇花异草，到处芬芳，瑞兽灵禽，见人歌舞。这酒啊，酒有酒海，汤有好远，当有丹田，包有包括。是你和你晚年用力无因不妙啊！大王，我有千千万万匹好马，怎么还有好马？任你趁其一时也能使得进走。所以呀，好叫俺心吃什么？上天宫啊！我随大王上官呐！我走之后，尔等切莫刀枪前放，带回来告尔等天宫什么样？我走之后，绝不忘花国之孙。我的不忘大王，回来带尔等水帘众将，老头儿，随俺来呀！往哪里去了啊？我家大王驾筋斗云往天宫去了啊！哎呀，什么叫做筋斗云啊？筋斗云就是云筋斗，一打就是108000里。哎呀呀，老夫王烈心般。
过什么筋斗云啊！大王慢走，老朽赶你来了！大王慢走，老朽赶你来了！赶你来了！赶你来了！你我需要小
神，小心谨慎，谨慎。哦。
不，还是唐公先来臣妾。不，因梦贤妻，倘若真的想他不至，再看看我的手段。你既有此手段，何不大显身手？定要看看我的手段呐！看看你的手段呐！好，日此我就准备。怎么样啊？
话？我愿再次训话。马王前来查马。大王，马王前来查马，请大王前去迎接。哪不迎接于他，叫他们自己查来。师傅，怎样？只好是代替迎接，有请马王。不敢前来，管他前来。北马门，北马门，阿王到，阿王到，阿王到啊！上司到了吗？马王到了，我们的上司到了啊！我不管他是什么马王、环氏、牛王，老孙面前不许你张狂。已经做了兵马门，就是咱时间下的官儿，按今前派查马，你就该封的口授引荐于案，再若陈言，定叫我得罪。我不晓得什么弼马温，俺在此万说，你查我何来？说如何？你这小的弼马温，不过是人间的马蜂头儿，与俺天公尊臣先马这一等耍马戏草，你官卑之交，无凭无据，还敢口出狂言，以小犯得上。我把你们这些骗人的捉狗俺老孙在花果山水帘洞称王做主，怎么骗案至此，为你们耍马戏草？快传唤金星转告玉帝，俺老孙以宽宏之量饶他们一遭，若是恼了俺的性儿啊！定要打翻天宫！一派胡言，结果哪有了我？今个还没开书道，闹得俺气转山。闹成那金星玉帝母子同来，却原来秦满后天本是混无赖。
识破计谋，尔等趁财不用，先攻威风传流。天君日此狼狈，不知是何情由。因贵后头他不准，一笑犯上，把我拍。明玉帝所情由，派天兵把他收。有请玉帝。不枉朕在燕燕，何事绕过清闲？臣启陛下，今就有后三目空，识破机密，大闹御马监，返回花果山去了。哼，想是你招惹于他，非是微臣招惹于他，只因微臣前行查马，他目不关场，反将我把我打一顿。臣启陛下，将那小小妖后一笑犯上，还望陛下做之，将他请来问斩。啊，陛下，那妖后神通广大，倘若不慎，日之奈何？休长他人之气，灭我天罡的威风！我料想天兵一到，定要我将他擒上凌霄。是啊，定要将他擒上凌霄。你看得准？我看得准。了不得就了不得就，哈哈，只怕未必吧。你不要危言惑众啊！众卿，妖后累犯天言，若不严惩，天公威严何在？不宣有宿命本天君带领天兵天将前去交吧。遵旨。那天兵天将被那妖后杀得大败。陛下，那妖后自立齐天大阵，要与天公分庭抗礼。妖后如此大胆，多派兵将再去交吧。陛下息怒，常言道：克敌制胜，攻心为上啊！依你之见，依臣之见，不日再将他擒上天来。若再将他请上天来，真要与孤分庭抗礼不成？明说是情，实则是骗，今当蟠桃
臣前去行事，为了庆贺他那齐天大圣的名号，特开此宴，他必欣然前来。到那时，在凌霄左右设下埋伏，等他到此，将他擒拿好，照计而行。吴宣有复命二郎神带领陆德、陆家埋伏凌霄左右，妖后一到，一起全歼。官职。你去至花果山，哄骗妖后，小心去吧。遵旨。哎呀，真正的过去难能消啊！粗鲁蛮汉，无知无用啊！哈哈，这怕是画虎不成反来气喘。愚昧无知，一盆浆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大李长庚他又来了。怎么？他又来了？真是自私们！共上行到处叫，将李长庚押上来。
来心无大事，因要赴宴而来。为师上早，祈祷孔明殿主暂谢法见。哦，是啊，请问仙姑，今日这蟠桃盛会，秦地都是哪些仙家？秦地是西秦日来国。哦，是。大海观世音。哦，五霸阿罗汉。十九大仙。上中下八洞神仙。啊，请问仙姑，听说此盛会为的是庆贺齐天大圣，为何不提他的名号？是。我那不曾提起。怎么讲？不曾提起。快到吧，快！我不吃俺的所料，玉的老儿又来诓骗于我，也罢。俺不免闯进瑶池，将这蟠桃仙果美酒佳肴吃他过干干净净，瞧他过翻江好海。我就是这国之意，我就是这国之意。我就是这国之一呀！来此一是要吃，里面有两个童儿把守。俺不免拔下毫毛，变过瞌睡虫儿，叫他们抓住就睡。他们今自睡去了，看闯进了妖去。进得瑶池，好一派金香烟。俺可以不孝，且报残吃不敢风逃。英雄在此，英雄将越显老，英雄将越显老。
孙们一同享用。仙桃仙果装在里面，陈粗人待我从了吧。情绪妙道二郎神，赫赫为民震天庭。临小宝殿为上将，奉旨捉拿小猢狲。只因妖后大闹蟠桃宴，使俺奉了玉帝之旨，前去擒拿这众神将，想要去者。
头儿见了。哦，是了。我不是中间将起来到，不探讨把他相认。那边乡里相光耀，俺可以向前去。心头分晓，去来自金龙一只手，是葫芦灿烂光好。原来是金丹，待俺吞吃他一包了。不想世人活，得以金丹成大道，俺老孙徒只当做朝中儿将一包。无有了看呀才人，金丹被俺取得干干净净，趁此无人，待我走了吧。拿下了。话讲，小你们这些堂堂的天兵天将，还不如这一条狗啊！押上天梯。
太上老君是也。可恨妖后大闹蟠桃会，此前老夫的金丹玉帝大怒，将他擒拿，下面听着，将妖后押上来。胆大的妖后竟敢偷吃老夫的金丹，怎知你已有今日？老头儿啊，前者俺吃了你的金丹，如今又用金丹为俺解封不成？哼！事到如今，还敢倔强？哎，将他放在八卦炉中，炼回金丹还我。众臣下多加路探者。将花坛团团围住，
后啊，妖后，你在这路内，比你偷食金丹的滋味，是我快活呀，快活！啊！哼，哪里是快活，分明是难过。待我运起三味真火，还叫你化为灰烬也。我操！啊！嘿！草发包。回到花果山水帘洞，搬来子子孙孙，大闹天宫变了。
将缓缓齐停，神兵10万，连你天罗地网安排的万骑妖后，一命拿情，可恨妖后大闹蟠桃园，私窃老君战，引帝大怒，命我统领神兵10万，擒拿妖后。马昭万流似天君，命你带领青龙白虎落后进都，山前迎长车。命令带领红鸾月破，风雨雷电。身后埋伏着。带领怒丁怒将，以备四路都救应，必须要擒拿妖后。
样的。